路无行袂到，事无做袂成。牛公的厝互两座山挡住咧，出入足无方便。牛公决定要带厝内的人挖出一条路。住伫厝边有一个名叫智树的人，对牛公讲：“你安尼做未免伤戆。你想看觅，你年岁遐尼大，凭恁爸仔囝，就算用2、4人的气力，孝顺乌空这2座大山，嘛是完全无可能的。”牛公叹一口气，讲：“戆的人是你，毋是我。虽然我老啊，毋过我有后生，后生还有孙仔，孙仔阁生囝，囝阁生孙，一代一代学落去，是无尽无尾的。山是死的，袂阁大悬。只要阮意志坚定，一定学落去。学一点仔减一点仔，总是有学平的一天，是毋是？智树无阁回应。牛公照常逐工学山，牛公的精神感动上帝，派2个大力神连夜将2座山派走。世间事毋管偌艰难，只要肯做，有耐心做，一定会成功。多谢大家努力。